天了太尴尬了。我还想着，我说妈，这个纸垫子飞到我的脸边上飞过去的感觉正好，我正好当嘴唱词吸一口气，结果吸进去一张，然后赶紧往后，哈哈，太尴尬了。我会在拥抱你的我，就是这块在往上滑的这个音的时候，哇，来格了，它顶到我的嗓子眼了。我说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它不会让我破音吧？我说那我拉远一点，但是我又好像我可以压回来，我给它拉回来。我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但就是什么后退的时候影响性差，踩到茶台导致差点摔倒，还有喝水的时候吃拐喝杯的。所以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就是说唱歌之前喝一口水可以让自己不打嗝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问题。我只要在唱歌之前喝了水，就非常就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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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